哎，各位朋友，大家好，阿文哥，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文哥。今天来为大家介绍的客家谜语呢，就是这4句话来同大家朗读。枪竹沙带领马，兔叫子天下爬。枪竹沙带领马，兔叫子天下爬。也谈一种植物猜一种植物枪竹沙金竹丝带领马有带着斗笠，兔叫子踢下爬，都带嘛个东西呢？本来讲没有种时间来想一下哟。来，叮当，没有种时间到了，这么安讲了，因为大家可以影片暂停了过来，来看一下解答，解答其他的答案解答，解答呀，解答呢是饭条花落花生。饭条呢，有的地方呢，甲朋友呢要讲蹄条蹄条饭条就蹄条了就是土豆我们讲的花生一样的东西。好，这就是今天我们介绍的枪竹沙带领马，兔叫子踢下爬，大家有团到有团出嘛？有团正确的朋友呢，本次甲掌声鼓励一下哟。OK，你频道呢，很多讲按神奇的频道欢迎大家按赞、分享、订阅啦按之谁什么你？